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塞做堆，嘛有读做塞做堆。这块词伫台日大书店记载的意思是，甲新妇仔甲因家己的后生甲房做翁仔某。毋过伫阮囡仔的时，社会形态当地为农业社会转变做工商社会，早就无啥人阁会饲新妇仔。新妇仔差不多是阮阿嬷迄样的代志，也就是伫日本时代，也是讲阁较进前的代志。这个新妇仔，咱嘛爱来解说一下，就是本人的查某囝转来厝里饲，准备将来要做家己的新妇，要嫁予家己后生的细汉查某囡仔。新妇仔爱斗做厝里的工课，不管是啥工课，做会去的都爱做，项项都爱会，无咧管你是毋是幼稚的囡仔囝，真艰苦。人若咧讲你新妇仔命，绝对毋是在甲你学了。一回算1箍，拢总卖5箍，钱摕去互阮老爸买药仔，尾仔嘛是救无我。5岁爱3岁去割草，爱伊无法嘛就爱，毋做吹仔就来。这个话，我即摆若阁无写落来，阁再来就无半个人会知。时代慢慢进步，塞做堆嘛演变出新的意思。若是讲男无娶，女无嫁，小改互因双方面熟悉，想要甲因做亲情，嘛有人讲这号做塞做堆。像讲阿明甲阿管因两个人拢无对象，看因个性阁介斗搭，家庭背景嘛差无介济，无咱来甲因两个塞做堆好无？塞做堆，嘛有人会讲做送做堆，书店有安尼收，这嘛报互大家做参考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阁来哦。